唔知大家睇咗《尋秦記》電影未呢？喺電影入邊，秦王嬴政喺外面遇到危險嘅時候，少不免要俾侍衛下達命令。咁啲侍衛收到命令嘅時候，應該點樣回答呢？答案就係樂，就好似今日講嘅知道、係或者好嘅意思。而樂嘅本意就係用作答應之詞。喺2021年文憑試試卷粵報嘅文言閱讀篇章當中嘅雪苑納節故事，講述孝子申明為咗照顧父親，因而拒絕咗楚王嘅宰相任命。佢個爸爸知道咗之後，就對申明話：吾欲如之相也，即係我希望你可以擔當宰相。孝順嘅申明點都唔聽父親嘅話，於是佢就回答咗諾，意思即係代表知道。另外，觀眾如果眼利嘅話，都會發現當侍衛以諾回應秦王嘅時候，英文嘅字幕唔係用 yes， 而係用 I 唔係讀阿爺，而係讀 I， 係源於蘇格蘭嘅古典詞彙，表示贊同、肯定，同樣係是、對或者知道嘅意思。之所以用 I 唔係用 yes， 大概係因為電影係以先秦為背景，樂為上古嘅用詞，故此即使翻譯亦都係用上咗對應嘅古老詞彙 I， 足以可以見到翻譯同埋字幕人員嘅用心。